情侶已經不再，同情過也應禮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tephy 鄧麗欣。我喺戲裏面飾演 Jeannie， 佢係一個好浪漫主義、崇尚愛情、好夢幻嘅女生咯。我覺得因為呢一套戲係都橫跨10年嘅日子，所以由佢拍拖去到結婚，其實佢嘅憧憬嘅嘢都冇乜變嘅，好有自己幻想嘅嗰一套咯。最好那日，好似同馬小姐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日拍嘅時候，我覺得哇，佢就係 Simon 啊！即係我覺得冇揀錯。我哋認識嘅程度唔係好高嘅情況之下，其實我哋好多嘢都好似唔使點講咁，已經好按個 track 咁樣。人習慣無奈，才能就此忍耐，再不合我也會扭。用12日道出夫妻10年關係，12日就嚟上映啦，記得入場支持。回頭懷念有